有冇試過朝早起身落床嘅第一步，腳踭就好似踩到針一樣咁劇痛呢？走咗幾步之後，痛楚雖然緩解咗，但係一旦坐耐咗、瞓耐咗，再企返身嘅時候，嗰種刺痛嘅感覺又會再次出現。如果你有呢啲嘅情況出現，你有機會患上咗足底筋膜炎。由解剖學嚟講，足底筋膜係一層厚厚嘅結締組織，由腳踭嘅筋骨一直延伸至到腳趾嘅根部。佢嘅功能非常之重要，就好似我哋腳底嘅避震器同埋支撐帶咁樣，負責維持足弓，吸收走路同埋跑步時嘅衝擊。過去我哋一直以為足底筋膜就係單純嘅發炎，所以大家都只係會食消炎藥或者敷消炎藥膏。但最新嘅醫學研究已經非常之清楚指出，足底筋膜唔單止係典型嘅發炎反應，佢更加似係長期過度使用、反覆拉扯所造成嘅組織退化同埋微小撕裂。亦都係簡單啲嚟講，佢係筋膜開始慢慢變得耗損、變弱、裂傷嘅問題，而唔單止係紅腫熱痛。足底筋膜炎係一個非常之普遍但係成日被忽略嘅腳踭痛問題。無論係一般嘅上班族、長時間站立嘅工作者，或者係每日照顧屋企人嘅護老者，都非常之容易遇到呢一個問題。好多人痛咗幾個月，以為只係腳底扭到或者太攰，但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需要正確認識、正確處理嘅慢性痛症。呢一集我哋會由成因、症狀、自我檢查到完整嘅居家康復訓練，一次過講清楚呢一個慢性痛症。係咁，乜嘢嘅情況之下會容易令到足底筋膜容易受傷呢？第一，小腿肌肉長期緊繃，會直接將拉力傳到腳底。第二，體重突然增加，會令到腳底承受嘅壓力瞬間上升。第三，長時間站立、走路或者重複嘅動作，令到筋膜完全冇時間去修復。第四，穿着住一啲支撐力唔夠、過平、過軟或者過舊嘅鞋，亦都係最主要嘅因素之一。護老者喺日常之中，雙腳嘅壓力係最大。每日頻繁起身行路，協助長者移位、扶長者行路或者買菜、打掃，呢啲嘅動作都離唔開雙腿。好多護老者都因為太忙，連坐低休息幾分鐘嘅時間都冇，甚至為咗方便走動，選擇一啲太軟、太薄、冇支撐嘅鞋。呢啲長時間重複性嘅壓力都會令到足底筋膜長期屬於拉扯嘅狀態，患上足底筋膜炎嘅機會就比一般人高出好多。咁我到底係咪有足底筋膜炎呢？呢度教你一個簡單、安全、居家就可以做到嘅自我篩查方法。首先，你可以用一隻手嘅大拇指慢慢按壓腳踭外側嘅下方位置，呢個點大約就係足底筋膜連接住骨頭嘅附着點。如果按壓落去出現明顯嘅刺痛、酸脹，再配合我哋啱啱講到嘅典型症狀，第一，朝早起身落床嘅時候足底係最痛。第二，坐耐咗之後起身足底會痛，而走動一陣間之後又會輕微減輕痛楚，咁你患上足底筋膜炎嘅概率就非常之高啦。當然，居家檢查只係初步嘅判斷，如果真係想知道自己係咪患上咗足底筋膜炎，就要交俾專業人士為你做專業嘅評估啦。做法好簡單，治療師會將你嘅腳趾，特別係大拇指，用力向上擺。呢個動作會令到成條足底筋膜完全拉緊。如果只係出現筋膜拉緊嘅感覺，但係冇疼痛，即係代表住正常運作。但係如果測試嘅過程中出現疼痛，咁就代表可能係有足底筋膜炎啦。除咗以上嘅測試之外，專業人士亦都會完整了解返你嘅病史、工作模式、生活習慣、運動習慣、鞋嘅狀況，甚至係藥物嘅使用，一步步嚟判斷或者排除其他可能造成腳踭痛嘅原因，好似係腳踭骨刺、神經壓迫、骨折或者關節等嘅問題，咁樣先可以俾到正確嘅診斷同埋治療。今日我哋邀請咗物理治療師陳生為我哋講解一下足底筋膜炎嘅康復計劃。咁喺足底筋膜炎嘅急性期啦，咁我哋最初嘅目標咧就係希望幫患者止痛啦，同埋減輕佢嘅不適，同時亦都會幫佢放鬆一啲緊繃嘅組織嘅。咁我哋有唔同嘅運動可以幫佢啦，例如係啲放鬆嘅運動啊，或者係啲自我按摩嘅運動，咁一陣都會示範嘅。咁同時我哋都會用一啲儀器去幫助啦，例如可以運用超聲波啊等等嘅儀器幫佢消炎止痛。
咁呢個係一個放鬆小腿肌肉啦，同埋足底筋膜嘅運動嘅。咁患者就可以將痛嘅嗰隻腳咧就放喺後面，咁前面嗰隻腳咧就喺前面啦，同埋微微屈膝，然後咧你會感覺到咧後面嘅小腿有拉扯感覺，同埋足底都有拉扯感覺。咁就隻手就可以撳住埲牆啦，幫助你穩定同埋達至更加好嘅拉扯效果啦。咁你可以維持呢個姿勢大概15至30秒，每日重複3至5次。而家呢個係一個放鬆足底筋膜嘅運動啦，咁就患者就可以將一隻腳咧放喺另一隻腳上面，然後咧咁就用一隻手咧捉住個腳踭啦，然後另外一隻手就捉住前面嘅拇指同其他腳趾，又微微咧向自己嘅方向拉扯。咁呢個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咧足底筋膜咧就有啲拉扯感覺。咁一樣啦，都係維持喺呢個姿勢大概15至30秒，咁然後就重複3至5次。咁就患者就可以用一啲凍嘅礦泉水樽啦，或者係按摩球，咁就放喺足底嘅部分，咁然後就來回咁樣反覆去按摩足底啦。咁做嘅過程裏面咧，咁可能會有微微嘅痛楚嘅，咁但係患者應該係會覺得有啲舒服啦，因為可以放鬆到足底嘅筋膜。同時咧，凍嘅水樽啊，咁亦都可以做到止痛嘅效果。咁喺物理治療上面，我哋都可以透過用一啲儀器進行治療啦，例如用超聲波咧，咁可以幫助患者消炎止痛嘅。咁到患者嘅痛楚開始減少嘅時候咧，咁就會開始步入康復期啦。咁喺呢段期間，我哋嘅目標咧就係想去強化翻筋膜啦，同埋強化我哋小腿嘅肌肉，咁去預防佢復發嘅。咁而好多人咧足底筋膜咧佢未好翻，就可能係因為咧喺呢段期間佢冇把握個時機去強化翻佢嘅筋膜同埋肌肉。咁喺呢度咧，我哋就會可以叫患者去做一啲肌力嘅訓練啦，去強化翻嘅。咁呢個腳趾夾毛巾嘅運動咧，最主要就係作用就係訓練我哋足底嘅小肌肉啦。咁呢啲小肌肉咧，佢唔單止可以幫我哋維持足弓嘅穩定性，
同時亦都可以同筋膜一齊咧承受行路嘅時候嘅衝擊力，咁就從而減少個痛楚嘅。咁一個復康運動咧，作用就係用嚟強化小腿嘅肌肉啦，同時都可以強化足底嘅筋膜嘅。咁做嘅時候咧，就首先係兩隻腳啦，慢慢上去，上到頂之後咧，可以維持幾秒啦，然後慢慢落翻嚟。咁如果雙腳都可以順利咁樣慢慢轉為單腳啦，咁單腳咧嘅難度就會再高多少少啦，但就更加有效可以訓練到小腿嘅肌肉。好多謝物理治療師陳生為你今日講解咗一整套嘅居家復方運動，大家記得喺屋企多啲練習啦。護老者嘅生活雖然非常之忙碌，可能冇辦法抽出一啲時間去做運動，但其實都可以利用一啲嘅零碎時間，例如等候緊長者覆診，坐喺度休息嘅時候，都可以做一啲嘅足底筋膜伸展運動，例如好似啱啱教學咁樣，用水樽碌一碌腳底，即使係按摩，亦都可以舒緩到一整日嘅疲勞。最後我哋都嚟提醒返各位，足底痛雖然係常見，但係唔好覺得忍一下就好啦，要及時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嘅協助，令到自己早日康復，先可以繼續安心穩定咁樣照顧家人。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助到大家了解更多足底筋膜炎呢個痛症嘅問題，而想了解更多唔同痛症嘅內容，就記得留意我哋下期嘅陣痛秘笈啦。